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念的很多的这些教科书，其实都深植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念了很多的那些由国民党那些人主导的那种意识形态东西，告诉我们我们要反攻大陆，我们要消灭共匪啊。好，没有关系，你们这样子灌输，那人家要不要接受是人家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是比较没有什么选择的，有的人早一点觉醒，有的人晚一点觉醒，如此而已。我觉得我很庆幸啊，我觉得我因为有一个出国的机会，然后在纽约市一个完全没有人管我的环境下面，我真的很快的，我阅读了大量的这种文献，那我知道我过去是被愚弄的。那今天这种愚弄竟然还要再进行。今天这种愚弄还要假这种国家的力量，用纳税人的钱来搞你们，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刚进来的资讯，昨天7月31号，美国那个课纲的那个调整东西也出来了啊。那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关于这种课纲里面的遣词用句有关于他们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有些学生对于美国课纲里面的一些，例如说有关于奴隶制度的一些事情例如说关于一些殖民的像这样子的名词，他们也是不太爽，他们也要去调。可是他们调就是由下而上的调有老师有学生有家长，大家一起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审查委员会，慢慢的来调，进入就说多元的这个观念摆进来，从各个族群的观念摆进来，把一些课纲把它调过来。昨天美国这个课纲通过，这就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做法。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主张以后，其实我们还可以设定一些新的法案。这些法案就是课纲，当你要就说要来这个制定课纲的时候，应该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程序，要用怎么样子的那个修改课纲的人员来进行。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坐下来讨论。你们教育部，你们马金体制，你们硬是要把整个事情搞到就是说到最后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说大家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妥协了，一定要用非常暴力的、非常你知道就是说算是你们来讲是非法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可是真的在整个之前，明明是有这么多机会的。明明我们是可以把很多事情摊开来讲，明明我们是要求，例如说这个行政法院里面就是说你不合法，里面就讲你们黑箱作业嘛。所以黑箱作业完全没有冤枉你们。黑箱作业就是这些名单为什么不能公布呢？为什么当初有些人就是说学生跟老师的意见，你知道根本就还没有出去完全还没有出去OK， 这就已经通过了。对，就已经通过，所以这东西完全是只是表面，就是一个表面的形式而已嘛。那今天说 OK， 某某学生、某某老师你们赶快给我开个会讨论这东西。那刚交出去，这就通过了，搞什么？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这个教育部部长你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进行的，你还是在那边装傻，你还是要把所有的事情拖到最后搞成今天一发不可收拾，然后你出来在这边喊冤，真的是丢脸。讲到美国的例子，2014年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他们的课程委员会也做出了这个大学的先修历史课程的一些修改。正面因素这个同时减少了内乱冲突这个违法然后说他们要把这个正面因素加多一点。内容介绍的这个提议呢，声称说这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减少不服从的公民行为。但后来就引起了全郡师生的反对，认为这样做是删改了美国的历史，所以学生也就抗议了，说政府不能够掩盖历史。学生说，他们认为我们是孩子，我们什么都不懂，可以随便洗脑，但是我们回到家里之后，我们自己会上网，
我们会调查真相，我们会去自学相关的内容。所以或许你就会问说，这些学生这样做是不是违法的呢？其实我们要在这里告诉各位哦，在美国啊，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抗议政府自由等等的权利是受到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保障。学生说，没有比抗议更爱国的事了。所以学生们高举牌子说，我们要事实，而不是你的观点。他们也很清楚的明白，先拿走我们的历史，接着就会拿走我们的权利，这就是美国的观点。而现在。